各位朋友又係我早市啊！今個禮拜三，1月14日咧，谷草9場賽事咧幾精彩嘅。因為除咗有呢個全季唯一一場嘅谷草級際賽1月杯之外咧，都有啲高班嘅賽事嘅，咁所以我啊揀咗第8場2班1200嘅一場同大家分享。咁呢場賽事咧，有一隻爭緊跑馬地百萬挑戰杯嘅至尊貴寶列陣嘅。不如我睇翻佢咧前一仗贏呢個路程嘅賽事片段先啦。至尊貴寶一場較早之前嘅11月5日3班谷草1200嘅，佢係呢個男子鑽格3，而家嗰隻1號馬黃色號布啊，大約喺中間位置。咁咧前面搶咗出嚟外檔啊天外迎天啦，同埋合夥係咧有隻馬亦都跟咗上嚟嘅。大外檔咧就呢個手到齊來，亦都上咗嚟。咁跟住之後有哥倫布嗰啲馬，咁至尊貴寶咧一場咧早段就喺第7位，開面咧就有隻朝朝醒嘅，後面咧就有隻仍然威風。咁而家前面嘅手到齊來，已經放嚟成2個馬位啊，步速都幾快啊！第一段開到23秒39，咁跟住咧而家黐上嚟咧就有呢個合夥飛馳啦，咁然之後咧貼欄就係天外迎天嘅，咁後面有哥倫布啊，咁而家嘅朝朝醒咧就喺大外檔嗰度咧就首先喐手啊，反而至尊貴寶咧就喺中間嗰度揾位上，咁而家前面嘅手到齊來咧仲係領先1個馬位到嘅，天外迎天啦，依幾步咧已經覺得有啲問題嘅，已經慢晒車嘅，反而朝朝醒咧喺外面一路冚埋嚟，其實至尊貴寶呢個位咧幾不利嘅，但係喺中檔嗰度咧一望空咗幾步咧彈得對手咁贏嘅，朝朝醒第2、第3啊仍然威風。咁嘅至尊貴寶啊，上次又真情跑呢個160米潘頓騎，但係沿途啊望空跟咗喺前邊翻嚟散咗啊，都係可以預期嘅。今次啊跑翻呢個贏馬喺1200米，睇翻佢之前幾場咧贏一個路程嗰個走勢咧都係好好嘅，有幾場喺劣勢之下都可以反先對手，證明呢隻馬跑呢個路程真係相當耍家。跑過一場2班賽之後咧，再跑翻去首本嘅路程咧，應該可以咧燒回馬槍嘅。咁次選方面咧，揀一隻近期嘅氣勢都係好勁嘅馬啦，2號嘅風雲武士啦。咁呢隻馬上一次啱啱贏完3級賽，因為蝕分嘅情況贏咧，所以都加咗10分咁多嘅。咁但係今次就由阿田泰安換翻阿布文咧，配搭上更加安心。咁仲要咧排翻去之前喺呢個路程贏馬1檔起步添，咁我覺得咧爭 win 咧都係應該係呢2隻馬爭㗎。咁其餘嘅馬匹方面咧，都係要揀翻告東尼一對呢個路程耍家嘅馬啦，包括係12號嘅得道猴王同埋3號嘅小霸王。咁呢個得道猴王今季初跑嘅路程嗰陣時咧，就係風雲武士贏馬嗰場嚟嘅。咁嘅風雲武士咧都加分加咗咁多啊！你新算翻得道猴王而家喺2班呢個輕磅，其實都幾着數啊！咁至於嗰隻小霸王咧，又係獨沽一味嘅路程最耍家嘅。今季初出咧就跑一場田草嘅賽事熱身，咁後上咧追上嚟都唔係輸太遠嘅啫。賽後咧再試咗課習先嚟跑翻個首本嘅路程，孭磅唔重底下咧有權係雙龍出海嘅。咁今次我嘅精選場係咪介紹咗第8場？順序提供係11號嘅至尊貴寶、2號嘅風雲武士、12號嘅得道猴王同埋3號嘅小霸王。咁至於三寶場合啊，由於介紹第8場嘅精選關係咧，介紹次口，咁呢3場賽事咧幾精彩嘅。其中第7場就係全馬嘅重頭戲1月杯呢場3級賽啊，揀3匹。包括係呢個6號嘅康樂高球、7號嘅安裕同埋11號嘅非維僥倖。咁呢隻康樂高球咧，跑10場贏7場呢啲馬底質咧，始終仲未見盡嘅，同埋佢次次贏馬嘅姿態咧都係贏少少，咁所以咧俾人哋嘅感覺咧成日都係實力已盡咁。但係呢啲跑鬥心嘅馬咧係深不見底嘅，咁所以咧今次雖然首次挑戰呢個3級賽同埋初跑1800。但係佢過往咧贏過谷草同埋係外祖父灌木叢嘅馬嚟講咧，應該夠長力嘅，所以咧一定要揀佢嘅。咁至於另外一隻7號嘅安裕啊，今季轉咗去貴福特馬房咧，可謂話因逢呢個第2春㗎啦。喺谷草2次上陣咧後上不及之後咧，可以贏翻呢個婦女銀袋嘅。
咁證明呢隻馬咧都回復翻去全盛期啦，8、9分水準嘅。咁佢嘅評分咧亦都比佢第一次贏婦女銀袋嗰陣時咧都低好多。咁所以咧贏完嗰場之後，輸咗場2級賽咧，就養精蓄銳咁跑一場1月杯咧，都係機會馬之一嚟嘅。最後一隻咧就揀隻蝕分嘅非維僥倖啦。咁呢啲馬近期咧喺3級賽都係橫行嘅，好多嗰啲蝕分馬都贏咗，包括風雲武士啊，同埋嗰隻星際快車呢啲比較低分嘅馬。咁所以嘅非維僥倖咧，雖然蝕分，但係咩輕磅跑法主動同埋啲路程手本咧，都唔可以太過睇小佢嘅。咁至於次關，頭先講過第8場咧就揀2匹嘅啫，包括新勝游勇嘅風雲武士啦，同埋喺中距離格殺咗一場嘅至尊貴寶。咁尾場方面啊，3班1200米又係揀2匹嘅，包括係5號嘅川河洞區同埋11號嘅三軍勇將。咁嘅川河洞區咧，自從轉咗尤達榮馬房之後，跑嘅路程咧轉一個比較留後嘅跑法咧，2場都發揮好好嘅後勁嘅，一冠一季。咁上一次咧贏完呢個路程之後，今次又遇翻相約對手，仲要又係排翻內檔起步咧，連接嘅機會都幾高啊！咁至於嘅三軍勇將咧，就係有少似啱啱禮拜日嗰一身好彩啦。3班咧就好似問啲咁，但係其實喺陣上嘅演出咧，幾場都係支支助助之下係敗不足據嘅。今次咧換咗阿巴道上陣咧，應該發揮會比潘大偉甚至阿李慕華硬淨嘅。咁所以咧咩輕磅都有權後上，將對手一網打盡。咁今次1月14日，我嘅三寶推介介紹次口都係12注嘅。頭關第7場係6號嘅康樂高球、7號嘅安裕同埋11號嘅非維僥倖。次關係第8場2號嘅風雲武士同埋11號嘅至尊貴寶。尾關係第9場5號嘅川河洞區同埋11號嘅三軍勇將。咁下一次賽事咧又會翻去沙田啦，就係18號嘅日賽11場賽事，到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